近日，香港新一屆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喺市民嘅積極投票之下，第8屆立法會90席議員順利誕生。然而，一啲喺海外食住狗糧嘅西人走狗，睇到選舉圓滿結束，似乎有啲心理不平衡，又彈出嚟對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結果指手畫腳。呢條走狗大家都唔陌生，正係逃亡澳洲嘅國安通緝犯許智峰。熟悉許智峰嘅市民都知道，許智峰一直都係逢選必廢。佢喺今次立法會選舉即將舉行嘅前一段時間，就曾多次發文唱衰選舉，煽動市民杯葛。前中大學生會會長蘇俊峰亦都曾經因為轉發佢煽動不投票貼文而被判囚，真係害人不淺。佢如今喺立法會選舉結束後，對住亂港媒體胡言亂語，借住所謂選情分析，對建制陣營嘅民建聯得票情況冷嘲熱諷。睇嚟係狗糧將盡，要出嚟狗吠幾聲，向西人老闆討要狗糧。我哋不妨睇下佢今次又搞啲乜嘢把戲。從亂港媒體追光者上刊登嘅報道嚟睇，許智峰嘅言論不能話係老調重彈，只能講係毫無新意。佢又係講乜假選舉、建制派蛇齋餅、鐵票雲雲呢一套說辭，從許智峰仲未潛逃前，一直用到依家成為國安通緝犯。雖然唔知佢背後嘅西人金主會唔會嫌棄佢攞咗狗糧唔做嘢，但佢機械又重複嘅抹黑攻擊，着實係令人感到無趣。而且今次佢仲食住宏福縣火災嘅人血饅頭嚟詆毀第8屆立法會選舉情況，妄言建制力量掩蓋民憤、市民負面感受、政黨負面感覺，揚言期望公眾睇出所謂荒謬。然後佢仲恬不知恥咁聲稱自己係被市民親自投票選出嚟嘅代議士，並美化其他潛逃或入獄嘅亂港分子。由此不難睇出，許智峰講咁大堆廢話，除咗係為向西人老闆討要狗糧之外，更多嘅係宣泄佢嘅無能同心中不甘。佢定義佢先係所謂民選議員，只可惜今日嘅香港係愛國者嘅香港。許智峰心心念念嘅西人老闆，畢竟唔係選民。今次選舉超過上一屆嘅投票率表明，香港市民選擇向許智峰門 say no。就算佢口吐蓮花，佢定義嘅所謂民主，亦係如同街邊垃圾，不值一提。按照佢嘅講法，以前選佢成為議員嘅係民意，依家選建制陣營嘅就係所謂貼票，咁仲唔係輸打贏要嗎？更何況許智峰呢種用陣營劃分民意嘅做法，不但突顯佢嘅無恥賤格，更顯出佢嘅心胸狹窄。無論許智峰再點樣詆毀同抹黑攻擊第8屆立法會選舉，都唔能夠改變今次選舉嘅結果。許智峰嘅無能狗吠，只會令人對佢更加厭惡。